係咯，你會唔會都覺得咧，嗰啲天然嘅護膚品咧，一定咧比嗰啲化學啲產品咧溫和好多噶啦，嗬？哇！但係咧，我啱啱睇咗咧 Stanford Medicine 一個研究報告咧，嚇死我！研究分析咗1700款天然護膚品，發現94%都含有已知過敏源，90%含有頭100種最常見嘅致敏成分。更驚人嘅係，由96去到2016年，護膚品引起嘅接觸性皮炎增加咗2.7倍，而植物成分係主要原因。超過80種精油會引起過敏，12.9%嘅人對植物過敏原敏感，52.9%嘅植物過敏都係化妝品嘅植物成分引起。我覺得好意外嘅咧，就係平時我哋啲產品見到 parabens 呢個字咧，就通常知道啊呢個係其中一個會引起敏感嘅化學成分啦。哈！佢原來咧〜令人敏感嗰個致敏率咧，大概係1至2% 左右啦。但係咧，原來喺天然產品裏邊嗰啲香料咧，引起敏感嘅致敏率咧，竟然有成3成6咁多喎。咁原來咧，呢啲天然產品裏面咧，缺乏咗一啲防腐劑嘅話咧，就好容易成為咗咧細菌嘅溫床喎。咁嘅意思咧，即係話咩咧？就會引起我哋嘅皮膚敏感啦，又或者係皮疹等等啊，呢啲嚴重嘅皮膚問題啦。天然植物裏面咧就有含有幾百種嘅化學成分，合成嗰啲產品咧，反而咧就經過純化之後咧，原來呢個研究裏面話更加安全咧，同埋更加可靠嘅喎。咁點揀好咧？唔使驚，皮膚科醫生咧就提醒我哋，咁你咪揀啲冇香料嘅咯，低敏嘅咯，唔好一味淨係追求咧係最天然嘅呢個標籤，因為咧最啱你皮膚嘅咧，未必一定係最天然。最啱你嘅產品應該就係最適合你皮膚嘅質地，同埋有科學根據。當然啦，用呢啲產品之前最好咧就喺你身體其他地方啊、手啊呢啲咁嘅頸做啲測試先，咁先至啱。Subscribe 咗我個 channel 未？記得啦，彭氏啲健康生活頻道。下次再同你傾過啦。